我是阿浩，一名北漂的工读生。我从小跟阿嬷一起生活，长大后来到都市打工，因为这里的机会比较多。但家里现在只剩阿嬷一人。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阿嬷，阿浩，你哪来呀？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哦，走吧，阿嬷，我们去拍照。